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嚟研究客家詩音白話語文研究第80，每節有10篇文章哈。今日的主題是常用客家詩音語文上韻調嘅課文141對照錄音第77篇，提供各位鄉親大家嚟共下研究。語音喺度裡最重要嘅就係乜嘅？叫做上調、韻調，嗰個韻母那個上調，強呢3個要素啊，非常嘅重要。也就係上母、韻母、上調啊，也非常嘅重要。一個我哋嚟回想過去，當前客家語音。做乜嘅咬字用語會帶稱，也係分促不清啊，講唔清楚。也就講過去嚟講係所研究到睇到看到嘅一個語音嘅問題。第一，客家語呢係冇通識全盤了解，也就係客家嘅語文冇辦法全盤嘅來了解。造成了錯誤嘅語音嘅非常嘅多啊！嗬，第二呢，就是客語注音符號，冇泡沫貨嚟講啊，是呢有37個發音都冇正確，不正確，未能善用一個最深牙齒、實碼、最高。等等的調合嘅清脆嘅聲音、好聽嘅聲音，以提高客家語音嘅優美嘅音質。聽到講啊，冇用到最適牙齒、實碼、最高嚟運用嘅到安尼哈，一個自由用、常用、後人講嘅發音嘛。嚴重嘅犯到一個發音，一個唔好聽、冇清脆嘅聲音安尼。第3點呢，一個客語音同華語一個注音符號雖然是相同，但是發音嘅方式不同，造成了我哋一個後生嘅一批講嘅華語啊，講嘅客語。帶有華語嘅生字嘅唇彩，係咪呵？親像我哋講貼一個一個英文就講 I 啦，嗬，一什麼講同人下牙咩牙齒，一個唔係送氣嘅哦。啊，關於嘅呢是平平送出去嘅聲音，嘛個意思啊，我哋是個乜嘅意思啊？一個送氣嘅華語嘅意啊不同哦，喺度提點就最大嘅問題。就一個聽呢，就是 f 不破冇破嘅 f， 英文就 f。第3個呢就烏呢就卡開路叉叉，一個烏同。一個意啊，也是得嚴重。烏呢，係那個客家嘅呢，係那個尖嘴烏，嚇烏啊呢，啊好貴語嘅呢，就唔係貴語是尖嘴烏哦，烏啊呢，我哋客家嘅呢就微烏，兩字都係雙牙嘅牙齒，輕輕嘅。咬下牙咪最深嘅唯一嘅音啊，華語呢是用尖嘴嘅烏，造成呢就講話語言嘅語變成用言講唔出來，係嘛？所以注音讀到一同烏啊，常常就冇辦法講啊，很順口，一個尤其一個義烏也係義同烏有嘅啊，強有64啲度裡啊，有46個哦，
各位乡亲大家也注意到儿童有嘅发言。第三，支持师支持师也得咯，等嘅錄音嘛，發音雙啱牙齒，強啊就冇咬到牙齒。支持師強上嘅，支持師也強上嘅所以雙啱嘅牙齒強嘅咬下咱們嘴唇嘅音，發音呢雙下牙齒咬個粗哦，就像講雞啊，個重嘅音，一點呢個當然用到國語嘅發音。華語嘅發音所以等個符號是相同，但是發音有所不同啊！我再講一遍咯，支持師支持師音就強嘅牙齒咬嘅，唔係重嘅，國語是用重嘅。其次呢，從頭到所講嘅一同五兩個音組合有64個韻母中有43組唔係一到五，冇到1、5窮下，也佔67.18%。所以今日兩個發音都係有所不同，唔錯噶。所以因此，兩個人數發音不準確，客語嘅語音受到動態嘅影響。親像講遠叫嘅遠同遠，天上嘅遠同權一道音呢，都冇辦法用爭起嚟嘅發音一樣就發出來嘅音也冇準確。聽在華語同河洛嘅韻母，可講得冇3個音節嘅韻母，慣用河洛華語嘅鄉親一種都冇辦法改嘅地方不但拼音困難，發音也不準確。另外還有 L 一個音同一個一個發音都係慣用河洛嘅人冇辦法嚟講 L 亦都會讀個腰呢一個 NGI 而冇辦法發音，一國語也冇嘅所以只能高雄嘅雄就3個發音好，其實呢語尾音帶有一個入聲詞，乜嘢係入聲詞呢？就聲音吞落肚彈起嘅音只能過去嚟講叫做 PTK 一個音，拍動詞拍，合放嚟合，角動詞角嘅點音，唱歌喺度相同一舉足擔幹，一個足是有一個入聲詞變啦一舉足擔幹咁樣所以一個也下改成頭都所講PTK 也下改成 BDG 嘅入聲詞，雙忽略係 BDG 嘅入聲詞，國語也係冇入聲詞第四邊呢，容易發聲音組容易發唔錯嘅有啲多咯，也係最多嘅出講多記憶嘅5個本大家記得，這個有個 R 同 M 嘅音，以為讀同會讀同on呢偏on咧on身我讀個 on 我讀個 on 動 on 嘅音氣呢一個河洛音100%會讀成一個那個音一個 L 咯，一個頭都講過嘅
腰变成腰的音，腰的音。客语四音腔冇见实音嘛，这点要注意那个几多相信都冇了解一点。一个就个客语四音同国语汇率冇相同，因为你冇支持是日一个音，所以我哋讲一呢，国语个一二呢所以一个解释音嘛，我哋客家人冇办法，讲四音嘅音啦，冇办法有冇解释的音，所以到到俗语嚟讲啊，是呢，已经冇办法讲啊，12，12，22呢，也冇办法讲啊，22，我变呢，以上呢，就是讲啊，当前发现到客家语音有很多诗人有很多冇相同的素材，要讲俾大家嚟做个了解。好，接下来呢，我哋嚟了解一个那个主音，晓得主音，当地嚟讲啊，语音嘅结构係樣嘅，語音嘅結構，假使係唔曉得主音嘛，我嚟教書教人講，然之後講G-O-N-G， 講東西啊，等啊，等，一個主要是講係音唔曉得啦，分開嚟解釋俾人聽啊，所以主音，我哋嚟先講聲母音只有28嘅，乜嘅係聲母咯？就是本、波、烏、恩、本，波就聲母，烏、恩咯就是韻母，本那個就第三堂嚟講嘅時呢，就按照3條。好，我再講一遍咯，聲母、韻母3條嘅區別，像像本、波、烏、恩、本、波，最大5個特色，就是聲母。大下嘅2個又係1咧，又係3咧，就係韻母。一個梯度上嘅咯，佢就用3條，好，又大家記得講啊，聲母、韻母嘅區別係在呢隻嘅呢。第一，我哋嚟講啊，聲母只有28嘅波用 B 嘅音，坡呢用 P 嘅音。第三，摩呢用 M 嘅音，第四，火呢用 F 嘅音，第五，的今日係用 D，A B C D 嘅 D 嘅音。6呢，特呢用 T 嘅音，T。9呢，歌呢用一個 G 嘅音，10科用 K 嘅音，11號呢用 H 嘅音，12 G 呢我嘅就本 G 就講複雜咗，個 J 同 I 嘅音兩個音 J 第13 7呢這個 QI 以前是 CI 啦，今日改成 QI 一個14 T 呢，T XI 嘅主音也配熟了，一個相信係考試一聽都冇問題。支、持、時支呢就是XYZZ 持呢就 C， 時呢 S， 18 V V 是關於某一個音，只有客語有嘅。一個 N 一個19嘅 N 嘅音，呢就讀一個 NG 就一個嗱對頭前來就變成我嘅喎，後背同頭前唔相同。20一個 NGI 或者 NGI 嘅音，一個20嘅聲母
他个配属家咧，相信主音一听到耳朵歪。后来这讲到嘅，我哋嘅南部腔，伫到啲高速创作是比加东腔啊，也按照高速腔。G 呢，就讲啊 G 啊，个七嘅就讲 C，G 七 C 咧啊，嘅發音就是 C 嘅音 ，XI 一個音。好，一個就主音方面冇相同嘅素材啊。高速腔伊冇單音冇，所以冇單音就冇一個空韻音，空韻嘅音嘛，乜嘅係空韻咯。為了會接一個主音，我哋中文嘅客家文相同，有語冇韻咯，所以我哋有語冇音嘛。所以我哋注音，按注音也中間用拼音啊，拼音嘅方式，拼音就是用英文字，佢唔係英文嘅字哦，用 ABC 嚟做拼那個音，就那風、FUNG 安尼嚇，按一個頭度講啊，空韻高速腔伊冇單音字啊，只出是伊就變那個。G7C 啊，這個774有這個774變那嚟些哈。好，再講連音詞，嘅地度裡有前頭 R 嚟講啊，前頭 T 嗰度哇、啦、呀、嘛、那、呀、加、巴一個音，一個聲母。連音詞聲母同一般音嘅聲母冇相同哦，尤其係 MN。一個 V， 一個讀到 URO 嘅時間用 V 嘅音，嚇，讀到個 T 嘅音就 L 嘅音，IEA 嘅時間用 E 嘅音，一個頭後尾頭拿了頭點就變成麼，好，一個同大家注意，一個發音，連音詞嘅發音嘛，我哋還會講出，再講一遍。按那個韻母，連音詞韻母只有 R、A、O 三隻字誒，三個韻母誒，按一個詞呢只有12隻字誒，12隻字誒，嚇，嗰啲呢有會從詳細同大家嚟講下。第三，客家詩音韻母主音同漢語拼音嘅對照表，對照表，條都是聲母嘅哦，一個韻母呢，有一個音咩，兩個音咩，三個音咩，有三種安尼嚇。一個講到主音，條下體派最初期嘅主音是用中原族群嘅嗰種嘅主音，後來能進步到華語嘅主音，係用波嘅。在進步咯，能夠通用拼音，到民國100年以後啊，能改用漢語拼音，但是一下個基督教方面呢，係用一個羅馬拼音，各位向前考試嘅時間是用漢語拼音麼？冇用羅馬拼音麼？也有多少不同嘅素材呀？後來我哋就看那個韻母，單韻母，單韻母啊，就那個波阿爸，阿爸，波阿爸，個單韻，有多隻字呢？A、O、A、I， 一個 I 呢，英文就變成 A、E 哦，變成 I，按那個O，一個 O 呢就變成 AU，R 同 U 嘅音 O 安尼。第六安，也就個複雜表。安，一個安呢就 ANG， 安安尼 R 同後邊嘅音安尼。好，第九就 E 嘅音一發音。第十呢是 U， 一個是漸在 U， 所以單音詞
但是咩上門只有18頁18頁64頁啲都嚟冇用到檢察員，他都有講但是楊梅強楊梅強是有檢察員嘛所以我也講咧，西安冇包括楊梅，第二呢，松韻母有34頁我速度裡所可能有數篇嘅是用客語文嘅注音漢語拼音嚟對這部，看一下耶耶皮了嘅耶，第二呢呀個呀嘅呀，啱個頭嘅呀，啱呀嘅呀，第四呢咿哦喲喲咿哦喲一個嘆號嘅喲第四咿烏喲咿烏喲喲安尼一個喲咿烏喲咿烏喲第五咿凹腰凹是有的意思咿腰咿凹腰一個是個腰咿凹腰個腰個都是個搖嘅搖咿凹搖都是搖都是個讀記啦個被普祥經所講嘅第六EM 呢就音水嘅音E 同 M 音音上調上定一上第四上呢有各位鄉親大家自己講下第四 IN 呢就音呢嘅音音呢第八安yan yan呢嘅yan anh giờ cái bài phú hiện chỉ là chụp bên là yen yen nó ngày này ian yan này thì kiểu ăn yang yang thì song phẳng cái sự yang dù ra cái gì yang ra cái thì sớp ip ít thùng ip ra cái gì ý thùng pia ip nhíp thùng tiêu dìm tiêu ba hải nhíp thùng sẽ nhíp ăn kê cái sự này keep giờ một sản thùng thì sự việc IT cái sự kiện này là ít đấy dìm họ dùng với cái thằng ít đồng pin này ít phục ít chỉ này ít ya hay anh này thì sự mi ya cái em mua này em tổng sĩ em họ em không nữa em thì số 3 and ya cái cả sẽ hết một tu to mù gì nữa sự chế cái cả的ý因为注音在这里拼音在这里听讲英文的字母样也一听而有韵母音所以睇到講呢空韻嘅這拿嚟對好看嘅變成個語音嘅叫同時相同但是嘅冇發音一個 at 同時 at 一啲到 at 15到 at 16啦 L 同時叫做 L for L 17 Y， 但是讀到 Y 嘅時間，一個聲音加實嘅 UAN 嘅注音咪是 Y 彎一個變個 V 冇用 U 冇咗佢體會嚇各位鄉親，同 Y U 冇咗聲母讀到一個情況用 V 的發音應該是講聲母三得四而在一個語音喺度嚟漢語拼音喺度嚟嘅三得四嘅寬寬同時寬19 UN 安大是
假使那个运动写温的时间，注意乜声音咯？VUN 变成温啊，係啦，後尾講啊，困難嘅困，第20汪，好，也是 UANG，也係用在一個主拼音地度裡用嘅哦哈，但是假使只能汪，就個改成 VANG 哦哈，一個玩就是玩，我講嘅高聲詞嘅玩，21翁 UNG，用第22會啊，這個會同伊同會，個幫佢吹叫水嘅吹啊，一個23誇張嘅誇，第24加啲 T 嘅時陣呢，變成突數嘅突啊，啊呢，一個烏 T 嘅時間呢，變成突出來嘅突下來嘅突啊呢，RM 嘅時間呢，R 同 M 一個 anh cái cam khơi cam vậy là từ đó 27 A 同 P 呢個寫 up 嘅 up A B P 是 P 的音 up 嘅up 嘅好多話都八九28RT 這個 cái cat call cat add 好28ตัว add 嘅音 add 嘅音 cat อันไปผู้想字變成可以一 cat 嘅下有冇相同29 AC 叫做 อันที่3嘅時間變成數嘅哈ที่30 OI ทุก OI 動詞 OI 31 on 上嘅 on 偏 on 嘅 on 都 on อัน一個 N 呢哪啲頭前都變成英文嘅 no 有冇相同ON 同 NO 一個發音冇相同嚇。第32 ONG 就 on。第43冇安尼，即係嚟講冇安尼 on 啊，冇安尼講喎，冇安尼 on 啊 ，ONG 嘅 on 嚇，on 同學嘅 on。33 OT 就是 odd，第43是 odd。一個惡事呢，就是風啦，一個雨啦、水啦，或惡過來嘅惡。按個氣頭嘅方面呢，用壓當然咯，壓到 AT 嘅音34惡字就惡，改惡嘅惡天愛有天，人愛有人咯，冇按惡啊連音是只有 R、A、O 3種單音嘅音母嘅時間呢，佢變化，即係大家記得嘅，保持原音，單音是讀到單音是時間，一個連音是音母支持式嘅時間，字好，叫做單音是嘅時間，讀變音。乜個呢本音咯？本音就是講語音嘅聲母，像聲母音嘅。好，第3個呢，就3個音母呀，就做個複雜表，各位鄉親大家嚟讀個慢度本大家嚟了解。一共有20個字，20個語嘛
有数平嘅是汉语拼音一五一应该通咯，也嘅就銳銳一位銳銳銳好这个那喊銳好讀銳，聽音呢一的可能開再讀別聽嘅就 I 就其中開也是有問題加上個綠嘅單個開第三要扣東西嘅扣也可以要扣要也就是好多鄉親講嘅，是會非常嘅標準嘅，始終會加上 I 嘅音鹽IEM 就鹽按後尾就是鹽營養不良鹽就偏嘅是就鹽聽 IAM 呢就講鹽鹽按加上 K 是的 cam 過去的 cam 按用 G 是的 cam 可能同佢那個 cam 第六是的呢年個年的年按影像嘅叫做年也有人讀年咯。好，再看下去一個這個 UN 呢 when 按搞的叫做捐叫佢配捐棍個人捐有嘢就有省略的，有人省略開的，變成個人捐叫捐棍，也係捐棍也好來好上嘅個有一個音省略開的。好，第八陽第二上嘅是陽加上獎加上 G 是就 G 獎乃獎嘅獎，第一個大下嘅就是韻一個韻對為韻韻可以韻韻第十一五樣嘅通啦用按個嘅可是呢就變成窮可以用窮第十一葉個 cap 一個就係為咗 cap 同時嘅 cap 半塊 cap 斷啦 cap 可以 cap 第十二葉你嘅樹葉嘅葉 cap 可以 cap 葉可以 cap 一個可以 cap 同時嘅 cap 葉用數字去 cap 第十三 EAT 呢就葉cat 可以 cat 嘅練習嘅時間就 IET 就葉加上可時呢可以 cat 可以 cat 讀到 PDG 嘅時間 NG 除外，全部是入聲字。第十四一個jet jet 同時jet jet 第十五 IUT 的 cut 一個音一個月，第十五一個 IUT 就這個 IUD 這個月
月，一月月，一月月啊，他都讲啊，陆生子只有第五层同第六层，后六个第五层就是西安嘅第六層，安尼哈。第16月，這個月，這個月嘅嗰種月，個月月啊月，這個考試片就月咧啦，月棍嘅月，個有一月，個有一月，這個拼音都啲嘅哈。第17一惡約啊約一惡約啊約一惡約約原來嘅約啊，我個 O 呢一惡約是約嘅約，是約嘅約啊，一惡約29一個喐一烏喐一烏喐喐就高喐嘅喐啊喐，第20挖刮個烏啊刮啊刮頭那個刮啊刮硬嘅刮係咪啊？刮硬嘅刮也係一種語嘛，所以各位鄉親你可以慢慢學，練呢，注音20分可以好拿到嘅嚇，可以好拿。所以講希望各位鄉親一個生母一共有一道嘅啊，頭都所講嘅個生母啲都嚟10、20，個生母師一按道嘅呢，有嚟幾行啦，就係讀嘅慢慢嘅啦，提飛，後來我哋呢就講個上調、調，應該個讀調，第上呢注音。平嘅聲音，嘅冇符號，聽語上呢相當個安尼，45度上啊，就45度右上發音，慢慢嘅上，就像頭頭所講嘅一個本啊呢，一個為音，好，第三層嘅國語。客話嘅輔音左右都好相反，發音嘅時節啦，但是符號完全都用國語，符號叫嘅，一個左叫一個右叫，客家嘅發音是用右叫，哦，按一個國語嘅發音用左叫，就像前腔一個那個羅伊里啊里啊。按個我哋客家話嘅個玻璃嘅哩啊哩嘅就國語，按一個木肯中文啊 LI 羅伊哩，按我哋客家話呢羅伊哩啊，現在講嘅按提示上嘅呢，前唱這個印象嘅哩羅伊哩。按另外一個相離嘅哩，嚇，一個提示上嘅一個畫圖嘅本大家看嘅嚇，一個提示上嘅同提示上嘅要注意，夜量嘅就困難點出嘅這個嚇。但是漢語試驗加強語氣嘅時候，加強語氣嘅時節啦，提示上同國語嘅發音相同哦，高音都重大音，平常時節。就有高音，華語是有高音到大音，客語是中音到大音，安尼啊。按一個多種來講，看一個第三層嘅，要叫下道理啊。按個人嘅咯，嘅高音到大音都飛得咗啊，冇哩單音。按語嘅長音也冇相同啊，嚇，好，亦都第三層個寶貴嘅素材呀，嚇，第5層、第6層呢，一個就魯迅字，嚇 ，B、D 之嘅嚇 ，NG 除外，嚇，葉上是形成強嘅單音，嚇，關於講嘅陽路，簡單啊，第6層呢個重音嘛，嚇，有冇音有。
彼此之間業上是體系上，像一個海陸同自然頭都講過啊，同相反。天上就係海陸嘅體力上，海陸體力上就係個天上啊。嘅經常講啊，拍同拍，拍同時拍，拍同時拍，也就拍天上，拍水嘅拍啊，一個確同確，確就天上，確就體力上，安尼好。好，再來看嘅行語，實驗加強語係實際嘅探測，睇到廣告有一個。嘅高音調嘅同國語發音相同啊！四海強嘅天上，四人強嘅天上呢，等於海陸嘅體力上啊，體力上亦都好多變。前上另外嘅其他嘅詞嘅時間呢，就是講一個嗶哩波羅，也就講啊，一個狀聲詞是大家嘅聲音都相同，但是到形容詞嘅時間和其他嘅詞嘅就冇相同嘅，差兩音。同國語就是相差一音啊。國語、華語第三聲，客語就第四聲，睇有時嚟講啦。個第二聲嘅海陸音就等於第四聲嘅。一個客音，自然音，好，再來看下人嘅業上詞，在白話文地度裡非常重要嘅一個業上詞，這個看單個用嚟來讀，嘅音母音一個微用嘅來嘅，讀到烏啊嘅時節啦，一個音母就同係這個微嘅音，T 嘅時節以，A 嘅時節用 T 三嘅以。第四個呢，冇嘅音；第五呢，N 嘅音；第六呢，N 嘅音；第七，個嘅音；第八，好，這個 A 嚟講嘅是呢 ，A 同 O 就按照序字，是長聲音咩？哇啦呀嘛啷啊嘎巴，讀到只是個單音嘅時間，就 A 嘅音，O 呢？有我了也麼呢我個不哦個音，這兩個都長聲音，長聲音呢就按到一個序字，但是地動呢 A 音咩高數強是用 E 音麼？好，我先講個一個高數強呢，就 V 哩 E 咪哩 E B 一個就高數強。其他嘅強就講自然強 A 音咩，就是為了也咩呢嘅嘅別一個聲母一八嘅國語都冇嘅，一國語都冇嘅，所以國語人講國語嘅人習慣嘅人，而冇辦法講連音詞冇辦法嚟講連音詞，但是一個山歌啦。唱歌啦，講話啦，對話啦，發吐、沉吐、正確吐，講順口好聽入面尤其山歌一聽用連音嚟唱能有意思所以音母 A 音一個 RAO 是實體字，也識別雜詞大下嘅也行嘅一個 T 嘅是一個兩個一個的嘅，也是 T 上嘅。第二呢，也 T 二上嘅，也 T 三嘅呢，二一個就 T 三上嘅。那個得到嘅得跟在次的 T 四上嘅，也全部都係實體字。乜個呢實體字呢？一個萬文順義，一看呢都出地嘅，意思就地嘅。但是今日學位非同教育部所旁嘅 T 上嘅，同 T 二上嘅呢，同我講嘅冇相同，但是我確實研究到講有啲東西要符合於音與形，一個音與形
末班则是有不一样啊，而且家事啊，所以俺们中国是俺们个汉族里头里有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俺们用个假借，但是假借个时间要符合到音义形安尼哈，一个情况头第三个，一个两个一个头前是指示代名词，末做数词。我得的是副词，副词的头前呢是形容词、动词。介绍的这呢叫做介系词，介系词头前就那个呢名词跟代名词。听义上啊，一个未来也没呢个听义上啊，有叹号了，有叹号的时候听义上。冇叹号的时间呢，就听上。一个听四呢，一个得到的。看得到、识得到、听得到，也相当于未来也没呢个被提起上，而在副词头前已经是动词啊，都动词。在字呢，头前是名词，末出动词，嘛个是动词咯？咪咪耶，那个真真呢，溜溜诶，那个名诶个东西全部用在字，所以。研究的主题就是在呢，这个请大家多多来互相的研究。同 O 呢，也主要都用唐上音第三呢，大部分当称词一个情况一个大巴那流山脉，大巴那流山脉，张呀大水思念，张呀大水思念。也全部都是连音字嘅称词，也系冇称词，就三个都唱唔得了哈。也这个风诶呀、雾诶呀，一个也就是为了也咩呢个别个音，一个看啦看咧，说啦说咧，一个音样嘅组合嘅一个连音字。我要详细嘅同大家做一个说明同报告，请大家研究下来哈。一个大下手写嘅很多文章，那是看一个俺那个连音是就有你哦，我对民国57年研究多见咯哈，不过研究出来，我相信出来。英文呢是看得出，相同。连音，那个连音是联合国的连，用前一句个密音转变成一个连音是个声母密音，韵母为音，头前个就是韵母为音，其中一咧、两咧、三么音，就变成咩一个音样的转嘅注意哈，叫喂一个纷纷呢一个听义上嘅用国语相同，缓的好的，俺哋那个好嘅，但是别不用在字。假如不用在字，我相信就冇怕唔错个哈。在字嘅头前一定是名词，冇得动词。副词一个副词头前一定就系形容词、动词。了是副词，一点呢，请大家双面再来看一下，看比详细啊。而个连音是哪系讲到准确。讲出话来就会顺溜，一个有法度程度、正确度安尼哈。再看到第五个呢，这个看一下哈，一个头都有多少有重复到，一个客家语音咩，汉语拼音、发音的重点都按到的哈。最重要的都是一同五一两的啦，一同五一两的啊。个第三呢也讲过了，第四、第五也大部分同头前嘅有重复到希望各位乡亲多多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同时可以一个地图里那个网站地图里用台湾客家天字报嘅地图旅游这个地图旅游
一个屏东时报、天子报嘅也有，但是以客家天子报嘅名站有修改一样嘅外国封片啦，推一只个改，所以屏东时报、天子报有时只同台湾客家天子报冇相同嘅素材，会基本50分钟，同大家报告都有一个非常嘅感谢大家。cái sáng mù yếu ngủ kỳ nhẹ hạ在重复嘅变容，头头下用中原族看嘅主音，相同正确。嗰個呢變成國語主音也相同正確。後來呢，通用拼音也相同正確，但是到了6年是用漢語拼音，也考試一定用漢語拼音。一個基督教會使用羅馬拼音喎，以上是蒙大家感謝你，再見，那個了。是蒙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